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对路加福音对14章一直读来到15章，今仔日读来到上界精彩有两个龙子，一个龙子哥哥弟弟，然后真趣味的故事。我用这个题目检彩，大家看了真奇怪。你要老爸还是财产？伫遮要请问大家，你较爱老爸还是较爱财产？这较巧啦，两个拢袂吼。有老爸有财产吼，财产真好，有老爸阁愈好吼，有人疼，有人顾吼。尤其是咱头拄仔今仔日所念的迄个圣诗，上帝是一个甚物款的上帝？吼，伊是亲像老母的上帝，伊是亲像老爸的上帝，伊是亲像一个老人的上帝。这每一个拢有伊的特色。亲像老母就是慈爱，亲像老爸咧，就是有真广阔的眼界以及责任。若是亲像老人的上帝咧，有耐心甲慈爱；若是少年的上帝咧，有热情，然后要掠上帝的公义来跑走。所以每一个性质拢无共，最后迄首歌唱到尾啊，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敢有人会记得？永活的上帝，哇，无简单，唱一摆就会记的吼。永活的上帝，伊的意思就是讲，无论咱需要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最后咱只有降服伫上帝的面前讲，上帝啊，只有你是掌权的，只有你是业力的。我安怎行，安怎跑走，安怎拍拼，可能拢无法度走出你的手头。迄款的情景，就像孙悟空、筋斗云安怎变的到尾伫一个墙啊、一个山写一个字，孙悟空到此一游，结果写下来，还阁是人的手的内底，亲像即种的情景。今仔日咱要用你爱老爸还是爱财产？来做题目，要甲咱做伙来思考。我想这嘛是我人生思考的一个话题。我想也要即个中间甲咱做伙重新来思考，咱伫一世人所行的，咱想的到底是啥物？这个故事咱可能真熟。这个故事讲到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大汉的，一个细汉的，对一个较乖？看起来是大汉的较乖啦，其实无一定啦。看起来是大汉的较乖啦，是细汉的较无乖，因为细汉的去甲老爸讨财产要分啦。若是照着犹太人的例，有两个囝，一个大汉的，一个细汉的。大汉的迄个当分偌济财产。若是照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故事，用犹太人的风俗来算的话，大囝分2分，囡仔咧，迄个第二个囝咧分1分。所以有可能是分做3分，大囝摕2分，细汉囝摕1分。这是犹太人的例。因为这物件圣经无写，所以咱只有伫犹太人的风俗内底，咱安尼来做思考。所以这个囝细汉囝，伊甲老爸讲，将我应得的财产分互我。迄款的意思是啥？爸，我等你要过往等袂掉啊！我的财产你要互我的赶紧分分的。伫即种的情形下底，你若是做老爸，你听了心敢会欢喜？即个故事内底无甲咱写着讲，即个老爸有啥物款的反应？总是敢有将财产分互即个细汉囝？伊有分互伊。即个细汉囝，我想应该会真欢喜，因为伊领到即条财产，这财产更是伊趁的所以伊客咧全开始毋知要去创啥有可能去做生意，有可能去佚佗，有可能去看即个世界，伊做足侪物件。总是咱最后看到伫圣经内底所形容伊的，就是讲伊的财产开了，拢总开了了。开了无通食，所以伊去创啥？伊全去一个百姓的因兜去甲伊饲猪。无通食，全甲猪去抢食。
所以我感觉伊真巧。吼，这我感觉我较早嘛足巧的。我大学的时打工吼，去打工，我毋是去甲人搬货，我拢走去餐厅打工。因为去餐厅打工吼，做4点钟有一顿通食。啊，大学的时吼，啥物货无重要，食上重要。定定咧食袂饱吼，所以去餐厅打工，啊，拣迄较好的餐厅吼，所以食着足饱的。有钱人领，搁有饭人食。我看即个细汉囝吼也真巧，知影吼，若要打工吼，爱去甲食有关的，一不可进不行的，伊去的所在是市里的所在。所以伫迄个中间，家己抢食的，抢到一个程度，雄雄转想着，我刣着伫遮咧受苦，我刣着伫即个所在，家己伫遮咧抢食的，人阮老爸财产真济，牛真济。含阮老爸长工过了，就比我现在日子较好。我倒来甲会室咧，甲伊讲我不好，甲伊讲我无趁伊的意思，甲伊讲我伤伊的心。你无将我当囝袂要紧，但是我若会当伫阮老爸的厝做长工，嘛比现在饲猪要搁较好。我想伊是用即种的心情忏悔。对伊过去所做的伤因老爸的心有真深的悔改，所以伊决定转去。无拍算，伊转去的时，因老爸伫做咧等伊。可能伫厝看远的所在，常常在期待伊的第二个囝要转来。即看到即个第二个囝来，甲因老爸会室咧，我得罪天，我得罪你。今仔日开始，我袂空即称做你的囝，但是请你收留我，互我会当转来到伫你的面前。我伫你的面前做长工，嘛比我过去的失败要搁较好。所以伊用即种的心情向伊老爸讲，因老爸安怎回应？因老爸敢有听伊的？讲好啊，搞死囡仔，你阵叫你嘛出去，你著毋听吼。甲你讲留住厝里较好吼，你著硬要出去，所以先修理一下安尼。敢有？无。即个老爸随时叫人摕衫来坐阮囝，叫人摕手指来坐阮囝，叫人摕鞋来坐阮囝。搁较歹嘛是我的囝。搁互欺负，伫外口互人欺负，做老爸一定疼囝疼到底。我知影咱中间有真侪做老爸，可能拢即种的心情。我知影咱中间有真侪做老爸足疼囝，但是已经疼到毋知影要安怎疼，因为有时话讲了袂通。伊有伊的想法，老爸有老爸的想法。迄种的疼，无法度伫两代中间做一个真好的沟通。我想这是一个心真疼的。即个老爸对即个第二囝遮尔好的款待，因为伊一直咧期待伊转来，然后即个囝真正转来，讲啥物要来甲我做长工？无啦，你我生的，你我疼的，你我一世人所爱。所以，搁一摆接纳伊做囝，所以抬牛哦，圣经所写的是抬一只肥的牛，然后什么人受气？大汉囝受气。是讲大汉囝咧受气啥？是安怎大汉囝会受气？若是照着圣经所写的，大汉囝感觉老爸啊，我一世人拢伫厝里拢听你的呢。我亲像伫恁兜咧做长工呢，你无互我一只牛，无互我一只羊，互我甲我的朋友来欢喜快乐。但是你即个囝吼，细汉的即个，甲你的财产拢败了啊，转来你竟然刣阮呢？啊，我是囥伫地，我敢是恁囝？我敢是你所疼的？我想大汉囝伫即个中间有真济妖异，啊无听话，你对伊遮好。啊！我一世人照你的话去行的，
我敢若无得到啥物好物呢？大汉囝心真不平，我对你的友好，我对你的听话，亲像拢是空的，我无得到任何的物。我想这是大汉囝一个心内真不平的。啊，若搁另外一种不平的呢？有可能，毋通袂记真啊！迄小弟甲财产拢分出去后，剩的财产啥物人的？拢大汉囝的。啊，你老爸你甲第二个囝搁甲伊带转来，遮会开穿的用的是啥物人的啊？迄后摆是要互我大汉囝的，啊，你拢甲我开伊咯？我毋知影咱会安怎想，是老爸较重要，还是财产较重要？讲拢讲两个拢真重要，但是当咱伫咱人生道路真正伫遐要落一个决定，伫人情世事内底要找一个平衡的时，有时啊，咱真歹做。做老爸安尼也毋对，安尼也毋对；做大囝的安尼也去用误会，安那也去用误会。我伫想，平常时伫厝内，大囝甲细汉囝对一个去用骂了较济，对一个去用骂了较济。那我的感觉是大汉囝去用骂较济呢，因为做代志的是伊，所以做毋对的也是伊。啊，细汉的咧，是安那无去用骂，无得做拢袂互骂，无得做的拢袂互骂。啊，互骂拢是足想要甲代志做好好，但是做无到100分的。亲爱的兄弟，咱是对一个。那安尼听起来，做大汉囝较好啊，做细汉囝较好？我感觉做细汉的较好咧。耶稣在讲这段的譬喻，其实有真深的用意。这段的譬喻嘛，袂使干那单单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圣经章。这段其实爱对路加福音14章，对咱进前讲道讲到的恩典，讲到的做门徒爱付出代价。意思就是讲，有真侪物件，咱所得到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恩典。总是伫迄个中间，咱犹原爱付出代价。有一个圣经学家叫做提摩太凯勒这是一本小组查经的资料这本册无大本哦，这本册1点仔尔，大概像咱的周报拗起来安尼遮大本尔，细甲本仔尔咱到月进的外传咧查经查一本，恁。已经查到我们查了第几支？第二，再来要读第三章你若有摕到册对无对的爱赶紧补你若听了有兴趣的做伙来伫即个牧师提摩太凯勒伫伊所讲的，伊有摕到几项真重要的。伊讲到即个老爸所徛的迄个所在，咱叫做家。什么叫做家？什么叫做家？是有爱的地方。我捌伫即个中间，捌甲咱分享过。伫我20岁之前，阮兜搬过10摆，所以阮兜平均2年搬1摆。我嘛足够搬厝，但是阮的搬厝较常走路，所以阮随时拢会当搬。心内嘛有迄种的准备，一个所在毋通想讲要住偌久，毋通等到人赶的时，该走的时就爱来走。但是无论阮兜安怎搬，厝有时啊住足大间，厝有时啊住足细间，有时啊全家4个人，敢若2间细间房间。对阮来讲，住啥物款的厝拢无要紧。啥物会叫做厝？对我来讲，啥物会叫做厝？有妈妈的所在叫做厝。阮妈妈伫地就是我的厝。阮妈妈伫地，转去的时一定问讲，食饱未？要煮一个面互你食。就算讲半暝2点转来，伊甲你开门，同款会通食。
搁有一项，阮兜大概20几年来，20-30年来，阮兜拢敢若一支锁匙尔。阮兜的成员人有足侪，但是阮兜拢敢若一支锁匙尔。迄支锁匙是甚物人遐？伫阮妈妈遐。然后所有的人转来进前，拢有一个人会带厝等，甚物人？我的妈妈。所以对阮兜来讲，干那妈妈需要锁匙啊，阮拢无需要锁匙，阮需要的是啥？阮需要的是阮的妈妈。阮的妈妈只要伫的，迄个就是我的家，迄个就是阮兜。即款的情形一直到我家己结婚有囡仔了后，情形开始改变。因为后来才知影，什么人爱摕锁匙？我爱摕锁匙啊！即个牧师咧讲，伊讲，啥物会叫做家？就是有疼的所在。啥物会叫做疼？就是有人在乎你回来了没有。什么叫做爱？有人在乎你回家了没有？有人在乎你吃饭了没有？有人在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有人在乎你好不好？有人计较你过了好不好？这个所在叫做家。第二个，伊讲到食饭，是安那？这个老爸第二囝回来是杀牛，阁是杀肥的牛，要互大家来食饭。因为食饭是分享疼的一种特别的方式。所以伫这个中间嘛要问，咱中间是毋是你是毋是甲我同款？会期待囡仔吼？当然，我的囡仔还无到迄个程度的，我的囡仔若无转来，代志就大条的啊。囡仔转来。做伙食饭，互我有一个机会来关心你，互我有一个机会通了解你，互我有一个机会通听你甲我分享你所拄到的一切代志。甚至你若甲我讲，你前一顿是伫治疗食的，我拢伸手接纳，因为你是我的囝。因为你是我厝内的一份子，食饭是分享疼的一个真重要的方式，所以毋通伫食饭的是骂人。敢捌听过安尼讲？毋通伫食饭的是骂人，毋通伫食饭的是算小，毋通伫食饭的是去计较。总是爱用食饭的时间去期待你我会当重新找倒来迄种好个水的关系。这个牧师讲到财产，这查经拢总爱分6次，6次去查经哦。啊，我只有家讲到几个重点尔。老爸是安怎要分财产？老爸分财产。是表达伊对囡仔永远的疼，就算讲我无伫的啊，我所留互你的物件，犹原要互你有够野的气力，毋茫去面对你的未来。我留我的财产互你，就算讲我无法度亲手保护你的时，你犹原有够野的资本。迄个资本毋是干那讲钱尔吼，你有够野的资本，会当伫即个世间徛了真好，互我放心。我想有真侪人用即种的财产当作是对囡仔的一种疼的表达，但是真可惜，真侪时即种的疼去互人误会，包括即个第二囝，伊嘛误会因老爸分财产互伊是应该的。第二个囝认为讲，爸，我恁囝，我若摕到即个财产，是你应该爱互我的。所以伫迄个中间，人甲人有真侪伤心的事，无法度互人伫迄个中间得到头白。我一直咧想一件真特别的真特别的代志，尤其是亚洲人、华人，足侪台湾人。老爸老母尽一生拍拼，然后要将上好的留予家己的囝儿，甚至是孙仔。总是毋知是安怎，
明明意思就真好，但是是安怎最后到分财产的时，财产愈侪，怨了愈大。咱会当看到台湾媒体内底咧报，迄家族愈好起来，过着愈上重。是安怎？原来一个好的财产是一种疼的表达到最后变做是兄弟姊妹冤家的所在。我想，因为咱最后拢伫即个中间袂去一项。财产本来毋是囡仔应该得到的，总是人甲人的关系毋知安怎行的，行到尾啊变做我干那爱财产，我无爱老爸。亲爱的兄弟，当咱咧读即节圣经节的时，有时咱嘛爱伫迄个中间重新来反省，咱是迄个摕财产的人，还是咱是迄个互人财产？是安那？我愿意欢喜，互人财产，搁互误会，最后搁去互骂，是安那分到尾啊？即个老爸就是一个真好的咧，伊疼即个第二囝，结果对一个囝生气，大汉囝生气。对即个第二囝检采，家是有爱的地方。我想今仔日的经节，互咱看到的嘛是安尼。吃饭是分享爱的方式，我想咱嘛看会到。财产是父亲爱的表现，我毋知有体会到。但是对着这个大汉囝，家是有爱的地方吗？我毋知影。看到大汉囝伫因小弟转来时，伫遐咧受气，我毋知影，伊认为家到底是毋是一个疼的所在，甚至伊受气，无要入去食饭。无愿意去领受即种疼的分享。我想，即个老爸伫即个中间所做的，无法度互两边来满意。但是问题到底是出伫佗？假使咱用另外一种的角度来看，今仔日咱看到即个故事，伊所讲的是，即个囝即个第二囝，伊出去钱开了啊，所以伊知影要悔改要转来对无？但是假使即个细汉囝，真正甲即个财产摕咧出去拍拼，结果伊成功，搁比即个老爸搁较成功。请问即个囝敢看会到因老爸对伊的疼？我想真困难，我想真困难。咱若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看即个大汉囝，假使即个大汉囝，伊是逐工乖乖拢伫厝里。但是无认真做工课，伊亲像咱正讲的迄个啃老族，多谢。亲像咱正讲的啃老族的时，即个啃老族逐工拢住厝里，然后春抢老爸来摕伊所需要的，伊逐项拢摕着啊，但是伊敢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体会因老爸对伊的疼？我想这嘛真困难。亲爱的兄弟，若是安尼，即个故事到底要互咱得到什么款的启示？到底什么种的人才会当伫即个所在来体会到老爸的疼？是安怎？咱真侪伫即个中间来行来做的时，拢无法度去表达咱心内对囡仔的疼，或是讲囡仔对老爸的疼。有时囡仔要对老爸表达伊的疼，老爸无一定接受。是安怎咱会有即种的情况？进前我熟悉着一个人，伊毋是咱教会介约的时，伊讲伊开车去到西雅图去载因祖囝转来，所以伊讲因祖囝是伫西雅图伫遐实习，伊读 UBC 然后伫西雅图实习，所以伊去西雅图甲因祖囝载转来。我就甲笑啦，我笑讲恁祖囝后摆若去迄落洛杉矶实习，你敢有要去遐甲载转来？伊讲有啊，有年去旧金山实习，伊开车去到遐甲载转来。我就甲笑讲你这
疼祖囝哦，已经疼伤济啊。啊，但是我甲伊解说吼，我解说讲，我真讲安尼，毋是咧甲你笑，因为吼，我有3个祖囝，我毋知影后摆我会安怎。咱拢真意爱，想要疼咱家己的囝，但是有时咱的囝、咱的囡仔，无法度领受咱的心意，无法度知影咱安怎愿意为着伊来付出。但是共款，我嘛有我的问题。当我愿意对我的老爸来安排来用啥的时，阮爸爸常常会甲我讲，毋免，我家己来就好。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啥物？疼无法度伫迄个中间互相交陪、互相交流。我想这拢毋是咱意爱，这拢毋是咱真爱的结果。毋通想讲伫厝内。咱来讲疼就会较简单，有时啊，甲生份人讲疼较简单，甲家己至亲的人要来讲疼，颠倒真困难。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啥物？其实圣经内底无写，伊只有甲大汉囝讲，毋通为着你的小弟伫遐咧受气，我所有的拢是你的。即句话是啥物意思？正伫厝内所看到的物件，伫我的心意内底，拢是要留予你大汉囝。但是其中上界有的问题是出伫大汉囝认为讲，平常时我伫厝里我拢听你的，拢照你的吩咐去做，你应该爱将遮的财产留予我。但是其实老爸伫即个中间所要表达的是啥物？你毋免为着你的第二小弟受气，你会得到遮的物件，因为我疼你，毋是因为你听话，是因为我疼你。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前，咱真意爱上帝啊！我人生欠缺能力，求你赏赐我能力。我欠缺工作的机会，求你赏赐我有好的头路。今仔日我要考试，求你赏赐我会当考有好的成绩来读到好的学校。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互我伫人生行了会当顺遂，伫我所爱所求的，请你赏赐我。咱真侪人会向上帝来求讨即种的问题，真好。我想这嘛是互咱会当继续向头前来跑走一个真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咱向上帝讨的，伊愿意赏赐互咱。但是请毋通袂记住，当咱向上帝咧讨伊赏赐互咱，毋是因为咱讨伊应该爱互咱，是因为上帝疼咱，愿意咱伫咱的性命，愿意咱伫咱教会服侍，愿意咱伫咱兄弟姊妹中间，会当有即种的听沙交流，来体会上帝所创造即个世界，即个世界是好的。为着要互咱体会上帝是好，所以伊赏赐遮的物件、遮的恩典互咱。但是毋通袂记住，今仔日个重要的，毋是因为咱领受到即种好的恩典。所以，互你伫地面上有成功，互你伫地面上有荣耀，互你地面上会当有比正人搁较好的成就，然后你伫遐欢喜快乐，感谢上帝。请毋通袂记住，上帝疼咱是有条件的。所以，当咱疼上帝时，无论是大汉囝还是细汉囝，今仔日咱是回应上帝的疼。亲爱的兄弟，你用什么物件回应上帝的疼？当上帝恩典赏赐咱够额济济，互咱中间有真济人超越一般台湾人所有的环境，赢过香港，来到加拿大时，你用什么话来回应上帝的
当咱伫咱地面上的日子，会当享受即种有山有水、真好真水的环境，然后伫遮会当真骄傲、真享受，讲即个所在实在是一个好所在的时，咱伊个用什么话来回应上帝的听？今仔日我所看到的，伫世间还阁有真侪人还阁咧受苦。当人受苦的中间，伊所期待的是会当有一个上帝来拯救我，来帮助我。有可能就亲像当初时，咱中间侪人向上帝求讨的，上帝啊，替我开路。所以上帝开啊，咱用什么话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我想，这才是咱伫即个中间所需要去思考。伫咱所读路加福音，今仔日的圣经节是11节一直到32节，但是伫顶礼拜的经节内底，顶礼拜的经节内底有一段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34节。详时，即个经节嘛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13节。伊讲啥物？伊讲恁是世上的羊。羊若失去味，安怎互伊搁行？我已经第3摆去解说即个羊。咱厝里的羊可能拢一罐一罐用买的真俗、真简单。总是伫耶稣的时代，伊咧讲即个譬喻的时，伫中东羊伫底，羊毋是伫罐仔内底，羊伫石头顶。所以你爱去摕迄个石头。你若要煮汤，将迄个石头摕起来，靠石头顶悬的盐为主。你食的物件味若无够，摕细粒的石头，你会当来用钱的，钱的会有咸味。中东早前的盐是安尼的盐，所以即节的经节伊讲你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啥物意思？就是即个盐，即粒石头顶悬的盐已经用了啊。已经无味啊！你要哪互伊搁咸？伊袂搁咸，所以伊爱安怎？即粒石头摕去外口卖。问题较大的是，即粒石头若等伫田里，敢会当做肥？袂当。等伫涂骹，惊人去互踢着，要摕来起厝，搁受洗了，即粒石头就无路用啊。所以伊讲的，耶稣伫即个所讲的是。恁是地上的羊，包括你甲我，咱是地面上的羊，所以羊爱有羊的味，羊爱调和，羊爱会当丰富，羊会当我伤口互伊莫发炎，羊足侪功用。有一项物件真特别，这可能是过去咱较少想到的，羊伊会正做物资。是因为当有盐，你会当将海边仔的鱼仔用盐生起来，伊会当送入去山里，伊就会当做食物。有盐，伊会当将山林的树，无论是牛、鹿仔，用盐甲伊生起来，伊会当成做干。会当有较长的时间来使用。总是当盐当中真欠缺的时，表示包括伫军事、伫经济，你无法度无益；你伫军事无法度烧战，因为物件无法度送降入去。我毋知影你是甚物款的盐，假使你是一粒伫灶骹内底的盐，要互众人因为你的存在。食到迄鼎汤，食到迄出菜，会当感觉有咸有调和，互众人伫迄个中间所食的心来欢喜。伫咱厨房内底有好几种味觉，敢有人知影盐是引出什么味道？盐引出甜味。迄个菜放盐，所以菜甲汤。会甜，若糖引出啥物味？糖引出辣味。
所以你的麻婆豆腐，你很多的菜你要加糖，它才会辣。还有姜，为什么会有姜？姜无地爱人啥？爱人烫，伊才会香。有真侪时，你我是扮演一个调和的角色，因为你伫即间教会内底有一个角色，所以互即间教会显出甜味。因为你伫即间教会内底有一个角色，所以互即间教会内底有听，互人的心神把掌。因为咱每一个人伫即间教会内底有一个角色，所以透过你分享出来的圣经节，透过你分享出来的查经，互人伫迄个心内得到甘甜，得到望，得到快乐。亲爱的兄弟，咱每一个人需要伫即个厝内、即个教会中间找到一个角色，包括做老爸的愿意伸手接纳即个第二囝，包括做大汉囝的愿意伸手接纳伊的小弟，包括即个第二囝的愿意体会老爸对伊的用心甲伊的疼。包括即个大汉囝，知影伊伫厝内会当得到财产，毋是因为伊听话，毋是因为伊做足侪工，是因为伊的老爸听。亲爱的兄弟，当你我伫即个教会内底，逐个正人互相彼此服侍的时，毋是因为遮有啥物款的利益，啥物款的荣光，是因为咱伫即个中间。回应上帝对咱的听。结论来讲，2019年第4季教会服事表在后面，大家赶紧去写。每一个人伫咱所听的教会内底，去找到一个会当服侍的，因为你是羊，有你的存在。即间教会显出甜的味，愿上帝的恩典甲咱众人三个伫咧，互咱每一个，无论你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工作上是扮演甚物款的角色，因为你的存在，互你我四周围的人，搁较享受上帝的恩典，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当你听阮的时，有真侪事阮无了解，阮只有看重你所赏赐阮的问题。阮感谢你赏赐阮有健康，阮感谢你赏赐阮有财富，阮感谢你赏赐阮，互阮有能力来享受伫加拿大即个真好的山甲水。阮也感谢你，互阮的正青年教育。主，当阮伫即个中间感谢你的时，恳求你搁一摆教示阮，互阮毋是因为阮所得到的好来感谢你，互阮是因为阮知影上帝你听阮。主，求你帮助阮，互阮通伫即个功课的中间，阮嘛来学习，阮愿意用阮无条件的听，伫阮的家庭，伫阮的教会，伫阮四周围的人。伫阮所徛起美丽的加拿大，也有用遮个共款的心情付出伫阮台湾，阮原来的乡土。主，阮更加恳求你，互阮看见阮的台湾，也是伫香港，或是伫全世界有真侪所在，真侪人，还阁伫苦难中间咧祈求哀求上帝的时，主求你。互阮诚做服侍你的器皿，互阮通对阮所领受的恩典，对你有所回应。主，求你帮助阮，互阮内心对阮的家庭开始，对阮的教会开始，互阮对阮四周的人，阮会当尽阮的快乐去服侍开始。
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高举，愿阮伫所回应你对阮的疼，通得到你的感动。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